庖丁訪談室，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阿 Bell。咁今日咧，我哋好榮幸邀請得到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嘅行政總裁張念坤博士接受我哋嘅訪問。張博士咧加入應科院之前咧，就係呢個 Telcordia Technologies 嘅副總裁嚟嘅。咁咧，佢喺2006年至2007年期間啦，更加喺個國際 IEEE Communication Societies 嘅會長。2004年開始啦，張博士更加係呢個史丹福大學電機工程系嘅顧問教授。咁佢亦都曾經咧應邀成為呢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理工大學同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嘅電機工程系顧問委員會嘅成員嚟添㗎。係，阿 Bell 你好。係，咁多謝張博士咧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㗎。係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咧，係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喺2000年成立嘅。咁佢哋嘅使命咧就係透過呢個應用科技啦，協助發展咧以科技為基礎嘅產業㗎喎。咁借先提升香港競爭力嘅。咁據我所知喎，咁呢個研究院咧就係以範疇包括5個相關嘅領域嘅。咁多得張，你可唔可以為我哋咁簡短介紹一下呢5個嘅領域咧？我哋一共有5大研究範疇。第一個咧就係通訊技術嘅研究。通訊技術我哋主要集中喺研究無線技術嘅第4代叫做4G。而家市面上係用緊3G，我哋係研究下一代嘅4G 技術。呢種技術咧就將會喺世界博覽會度我哋首先示範嘅。通訊技術咧就我哋喺另外一方面咧就做咗高清嘅研究。香港係中國第一個城市使用中國嘅高清標準。第二個大範疇咧就係消費電子嘅方面嘅研究。我哋呢方面主要咧就係做電子書同埋高清電視機頂盒。第三個範疇咧就係材料封裝技術。呢個技術咧我哋主要咧就係做環保方面嘅發光二極管啦，即係俗稱 LED 嘅技術。譬如 LED 路燈啊、微型投影機啊，同埋啲普通嘅慳電燈膽啊。咁你哋嘅 LED 照明咧都攞咗個 ICT 嘅 awards 㗎喎，不如下一集帶我哋觀眾去個 lab 度睇下。冇問題，我可以安排一下。咁第4同第5個相關領域係咩嚟㗎？第4個咧就係集成電路嘅設計。我哋咧就發展咗一連串嘅好高性能嘅集成電路。包括高速嘅光學方面嘅通訊嘅線路啊，同埋放大器啊，同埋咧處理啲 CCD 影像嘅電路。第5個咧就係醫療電子嘅技術，喺呢個係比較新嘅開始。咁我哋咧就係集中於喺磁力共振方面嘅，係做人體掃描嘅磁力共振。培訓人才方面嘅資源其實足唔足夠嘅咧？我哋去年咧就響應香港政府嘅實習生計劃，就招請咗60個實習生。呢60位實習生咧就係本港8間大學嘅最近2年內嘅畢業嘅青年，有志於喺科研方面嘅工作。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香港政府係可以擴大呢個實習生計劃。除咗招請2年內嘅畢業生嘅時候，可以即係招請其他有志於科研方面嘅青年或者其他嘅行業嘅人才，即係希望佢哋大家一齊加入科技園嘅發展。咁應科院咧係點樣培育咗香港嘅人才咧？我哋最近呢10年咧就從起初嘅時候得2-3個同事嘅啫。係2000年，經過10年嘅發展，我哋而家有差不多600個科研嘅人才。咁呢600位同事咧，就有一半咧就係本地嘅員工，佢哋喺本地受教育嘅。1/4咧就係喺海外嚟嘅，海外各國即係從事咗好多年嘅科學研究，就嚟到香港參加呢個團隊。然後再有1/4嘅咧，就喺中國大陸嚟嘅。譬如佢哋喺中國大陸嚟有經驗嘅人士咧，或者有啲喺香港讀完專上學院嘅，再嚟參加應科院。今日唔該晒咧，多謝張嘅介紹啊！咁如果想清楚應科院更加多嘅資料咧，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拜拜。